嘛是政治新闻，民进党立委初选伫台北树林台东的选区何志伟甲王世坚拼甲真热。最近网络阁出现一系列的图卡，王世坚背后的这个替身是前国策顾问黄成国。针对这点，王世坚就去市刑台提出告诉，伊认为讲这是对手做的，更加批评讲，就敢若得失因的小党赢，都被毁灭甲攻击。啊，那何志伟呢，伊嘛回应讲，毋捌咧攻击对手，有未少支持者群组内，嘛出现真侪无实在指控，伊嘛去法院检告。毁灭式的污蔑，我提告到底，而且我要求加重赔偿。人真生气，提几下网络流传的资料，王世坚不安指控，这全部对于选举不利。我信赖，但是不信邪。我再一次呼吁我们党中央，你们应该出来讲一些话。我知道你们知道事实的真相。点名党中央应该出面处理，因为这一度除了指控王世坚含真主义黄成国的关系，佮点名市党部干部做伙计，其中就含私底下讲未接受顶调，嘛叫写出来，会感觉不单纯。我认为是来自我对手他们这个集团做的，是因为我挑战了他们的少东吗？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挑战了小王子，就要来这样对我？每天都还有专业的人在做影片，何志伟遭受这些一天一影片的攻击。红点着何志伟嘛，找市党部人员做开记者会，替群组相片讲，某人在咧分享讲，亲像伊要参选台北市长顶顶，无实在消息。我何志伟已经被攻击了5年之久了，里面的讯息都是穿槽附会。无影无迹的假消息，两人拢会坚持告到底，因为后礼拜王世坚和何志伟就要进行电话民调。我可以不选，但是不能被毁灭。从来没有走所谓的负面选举过，也没有攻击过我们的对手。这主席是不是肯为这个人背书？这个都尚待研究。制作的人，你适可而止，一定会逮到你的。另外，立委初选战甲真激烈，来由上出战，就交予民意来定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